制作，而且要越棒越忙，越棒你们讲是越忙，那刀才会越猛斩哦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怎样含着眼泪吞下去，还坚强的往前跑，那才是很厉害的。而且这个叫做感动人的力量，也是叫做让众生能够对你护持的力量，这是真的哦。你知道我们在那个马来西亚一个道亲哦，那个道亲它是新道亲，它不是就是说它是我们只有半年才过去那个地方，所以算是土生土长的讲师啊，算是比较辛苦的讲师。在这个过程呢，他带了一票人，非常多的年轻人。可是，在带这些年轻人的过程当中，他有很多事情是很辛苦的。然后呢，当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候选人就刚好在澳洲，我们点传师呢，在候选在跟点传师随家点师到澳洲去，候选人接到他的电话，他就跟候选人报告那边发生的事情。后姐就跟点师说：“点师，他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必须帮他来协助处理这件事。”点师就跟后姐讲说：“叫他就是叫那个讲师呢，跟那些前贤讲，这些前贤有什么想法，写信写一写，传真到台湾来。那点师呢，再给他结语批，再回来这样。”后姐跟他说，后姐打给他，跟他讲，点师慈悲是这样指示的。后来回来之后呢，快2个礼拜，后姐要等他，一直没有资料过来。后姐就问他，你怎么没有传资料过来？他就跟后姐讲，张讲师算了啦，不要了啦，反正一切都是我的功课。哇，那时候后姐听得非常感动啊。后姐跟他讲，讲师啊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可以带一群人，而且绝对带得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吞得下去，你忍得下去，忍辱才能负重，委屈才能求全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你能够推动难过，那是更好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很尊敬你，很听你的话，因为他们会舍不得。就像说我们现在在办道的过程啊，我们听到老前人前人的故事啊，我们都会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前贤们，我们都很感动。像后学呢，也是有幸我们后学在那个正成佛院，我们红点师之下学习。我们看到点师呢，哇，这么的高龄还这样冲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。然后万一如果自己有接受到什么样的考验，我们都感觉到就很甘愿，我们就发觉到我们这样子的苦都不算苦了，原来是这么的辛苦，为众生担起肩膀那是很不简单的。所以在这个过程，我们就在尽量愿意追随，愿意配合，一路有没有？原来是一句话，我们千万应他一讲我们就多听，一打到底都是一。为什么？我们希望帮他分忧解劳，这是很重要的好，再来呢，老师说，来我们念一次好了，来，一直听课没有 out 来，胜一福。手须良苦，